屯門發生一宗學生昏迷事故。7月3日下午約2點，屯門醫院接收咗一名16歲男學生，佢送到醫院時已經昏迷，情況危殆。初步消息指，事主就讀屯門官立中學，懷疑較早前喺課室內被同學推跌，導致昏迷。警方列作傷人案，交由重案組跟進，暫時未有人被捕。現場消息話，受傷少年仍未甦醒，醫護人員已經推上病房接受深入治療。事發後，多名便衣探員到校園搜查，並拍攝校內位置。屯門官立中學表示，校方已即時通知家長，並派員到醫院提供支援，同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，為師生提供輔導。教育局亦回應，指十分關注事件，並已即時跟進，會同學校保持聯絡，提供意見同支援。警方正持續調查。